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報道一則咧係財經新聞嘅。咁就呢則新聞喺琴日咧，就喺呢個媒體方面咧，就係披露。咁就話咧，湯文亮琴日應該咧係有一宗嘅物業買賣咧係結算，但係咧個買家就並冇履行合約，換言之咧就係有機會啦，嗰個買賣嗰宗買賣係撻咗訂嘅。咁好，咁我睇翻個資料啦。咁呢一宗買賣咧，嗰個地址就喺呢個上環信德中心西翼35樓全層。面積咧總共係22,111平方尺。咁而咧買賣方面就係以呢一個現狀同埋咧連租約咧就係出售嘅。咁就係去年佢哋放盤嘅時候，咁叫價咧就係6億6千萬。咁好啦，咁就係其後咧，由於個市道唔係咁好啦，所以其後咧賣家佢就不斷咁樣降價，最終咧就係以4億4千萬咧就達成咗交易。咁好啦，咁就係咧呢一宗買賣咧就應該係近日去完成呢宗交易，但係咧最終係未能夠成事。好啦，咁我哋又睇翻呢一宗物業嘅交易。咁呢宗物業咧係由湯文亮嘅家姐係紀惠集團主席廖湯惠愛，咁喺2004年9月咧就係用大概1億1千萬咧就買入嘅。咁如果呢宗交易真係成功的話咧，換言之，咁佢哋咧就賺咗大概3億3千萬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係交易告吹啦。咁點解會交易告吹咧？正正咧就係可能係大家想知道嘅原因。咁好啦，最近嚟講咧，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地產市場方面咧，似乎咧有回暖嘅跡象。香港呢一個係住宅物業市場已經係開始咧就係有一個見底復甦嘅跡象。但係寫字樓同埋工商鋪又點咧？情況方面咧，雖然都仲未見好轉，但係咧個跌勢似乎就緩和咗落嚟。不過咧，竟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個買家都係撻訂嘅。咁大家就應該明白到咧，呢個信息呢宗消息咧，真係一宗係相當之利淡嘅消息。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就想係即係話分析下、討論下，究竟個買家點解會去撻訂？咁就頭先講咗啦，喺而家嘅氣候咧開始慢慢轉好嘅期間，而買家撻訂。咁我相信咧原因咧只不過係以下嗰兩點。咁第一點咧係有機會嗰個買家睇淡後市，所以咧喺呢段期間，佢哋咧就係落咗一個細訂之後，去到完成交易之前咧，最終係放棄咗佢，寧願咧止蝕，寧願咧輸少少錢，就希望係能夠咧就止蝕離場。咁好啦，假如呢個買家唔係咧睇淡後市而咧撻訂嘅，咁係乜嘢原因令到佢哋唔完成呢宗交易呢？如果真係的話咧，就牽涉咗一個可能係相當之嚴重嘅問題，就係咧個買家喺呢段期間，佢四圍去揾銀行做按揭，但係咧就經過多個月嚟，四處去揾銀行，結果咧都揾唔到有銀行肯借貸俾佢哋去買呢宗物業，所以咧就唯有咧係撻訂。如果呢個揣測係真的話，咁就反映咗香港而家咧。表面上好似係好繁榮，經濟亦都係咧開始一路路轉好，甚至咧市面亦都係咧旺盛翻噶啦。但係咧原來借貸係相當之困難，即係話咧市場上嘅資金流動咧係相當之緊張。尤其是咧喺房地產呢一個係借貸方面，原來咧個資金係相當之緊絀嘅。點解會造成咁嘅現象咧？我相信咧係有機會係銀行過去嗰幾年不斷咁樣係借貸出去，尤其是咧係喺寫字樓嘅物業同埋工商鋪嘅物業咧個借貸係好大。好啦，去到而家嚟講咧，大家都知道由恒生同埋匯豐公布嘅業績，大家都可以睇到。銀行喺呢一方面嘅借貸，原來咧喺帳面上係錄到咧係頗大嘅一個係外壞帳嘅，甚至咧係有機會咧需要撇帳。喺呢個情況之下，銀行咧進一步係收緊，或者咧唔好話進一步收緊，佢哋咧喺呢一個工商鋪位同埋寫字樓物業個放貸變得謹慎保守，甚至唔願意再借錢出去。呢樣嘢嚟講，
可以話咧係情有可原，因為點解咧？嗱，因為銀行咧可能而家嚟講手上呢方面嘅壞帳係相當之多，咁佢哋咧就唔想再咧喺呢一方面面對更加大嘅貸款風險。嗱，因為銀行咧佢本身嚟講個風險控制咧係相當之嚴謹嘅。咁嗱，當呢一部分嘅業務出現咗係嚴重嘅虧損嘅時候，佢自然咧就會收緊喺呢一方面嘅生意噶啦。咁如果呢一個揣測屬實的話，咁即係話咧，嗱，地產市道喺目前嘅情景之下，就好難咧期望係有大幅嘅回升。嗱，因為咧，如果資金緊絀嘅時候，咁一般投資者咧係冇可能係用現金去買賣咁大宗嘅物業嘅。咁所以咧，可以預期咧，未來嚟講，香港嗰啲係工商寫字樓咧，都仲係面對一個相當之嚴峻嘅環境。嗱，好啦，點解銀行喺呢一方面咁謹慎咧？除咗佢哋而家面對咗好大嘅呢啲借貸嘅風險，同埋咧手上有好多啲外壞帳之外咧，咁就係根據一啲咁嘅測量行佢個報告咧，咁佢哋咧亦都係唔睇好今年下半年香港呢一個工商寫字樓嘅市場嘅。嗱，我哋就睇一睇啦。嗱，根據世邦魏理仕所發表嘅2025年第一季香港商業房地產市場觀點呢份報告入邊咧，佢就講出喺2025年第一季咧，咁香港整體嘅空置率咧已經係達到咧係17.5%嘅歷史新高。嗱，呢方面嚟講係講緊香港啲寫字樓物業，咁就係相當於咧就1560萬平方尺嘅空置面積。嗱，同埋咧該行亦都預計今年嘅寫字樓整體嘅租金咧仲會繼續下跌，咁跌幅介乎於5%至10%之間嘅。除咗呢個係世邦魏理仕嘅報告之外，另外咧，大家再睇下另一份報告。呢份報告咧就係由高力發表嘅高力市場報告。咁就喺2025年第3季度，咁就佢哋指出甲級寫字樓市場咧就係錄得淨吸納量咧就係正數嘅係43萬平方尺，反映咧呢個租賃需求持續回暖。但係咧由於市面上不斷有新嘅寫字樓物業供應啦，所以咧整體個空置率咧不但並冇因為新嘅吸納量而下跌，反而咧係繼續上升，咁就升到去咧17.2%嘅。好啦，同埋咧佢哋都預計去到咧2025年底咧，個空置率咧並冇下降，將會咧進一步上升。甚至咧就升到去咧19%呢一個咧係新高水平。從呢啲咁嘅報告，大家就可以睇到啦。香港咧而家嗰啲即係話企業啦，或者咧嗰啲有限公司，咁係根據政府嘅數據就話咧係創咗新高噶啦。喺香港成立嘅嗰啲有限公司，就已經咧去到140萬間咁多。但係呢個情況就唔足以咧令到香港嘅寫字樓市場咧就出現咗回暖跡象。點解會咁樣呢？我相信啦，好多新成立嗰啲咁嘅有限公司喺香港經營生意呢，可能佢哋係唔需要寫字樓，甚至呢就算需要都好啦，所需求呢就相當之細。再加埋呢，亦都唔排除呢有好多新成立嘅有限公司呢，佢本身嚟講可能暫時並冇業務嘅經營啦。所以呢，令到新嘅有限公司嘅成立就唔能夠呢好快咁樣消化而家香港呢個係寫字樓市道疲弱嘅情況。再加埋咧，未來嚟講，香港嘅寫字樓嘅供應咧都仲係相當之充裕。而咧原有空置嘅寫字樓，亦都係未能夠完全消化。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算而家咧有新嘅即係公司開始咧就喺香港係落戶啦，開始咧就租賃香港啲寫字樓物業，但係咧佢個速度係唔足以消化而家香港咁多空置嘅同埋咧新落成嘅寫字樓。咁如果呢個情況係持續落去，同埋呢啲咁嘅市場報告預測係正確的話，咁就擔心香港咧未來嚟講，地產市場方面只不過係局部咧係回穩，就係咧住宅物業方面可能咧就係稍見好轉，但係咧其他嘅即係物業市場都仲係處於一個係相當之艱巨嘅時刻，艱難嘅時刻。香港未來嚟講，喺北部都會區仲有咁多嗰啲咧就係商業寫字樓將會咧就落成。
咁我估計呢，嗱呢一個情況啦，真係需要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先係能夠呢係慢慢係解決到嘅。多謝各位。